现在的藏族小朋友不会说藏语了，知道什么原因吗？现在的藏族小朋友不会说藏语了，知道什么原因吗？看完这个视频告诉你们，就在刚刚发生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一个事情。我在学校门口跟几个朋友聊天啊，然后这些家长都在说啊，我们家的孩子不会说藏语了啊。结果特别搞笑的一幕，他们孩子出来的时候啊，那个人跑过去啊，用很流利的普通话说啊，今天妈妈没时间，爸爸过来接你了。Oh God, please no, no! 我现在倒觉得我们藏族人民面临最可怕的问题，并不是说是藏区的经济不发达，或者说是缺少一些就业岗位，啊，我倒觉得藏族的小朋友不会说藏语，这才是最可怕的一个问题，啊，而且很多家长认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很潮流、很现代，啊，还在默默窃喜，啊，嘴上说着我们家的孩子不会说藏语，啊，自己却在自己在家里啊跟孩子用普通话去交流，把所有的原因归结到孩子的身上，啊，那么知道孩子为什么不会说藏语吗？各位家长应该知道一句谚语吧，子不教父之过。有人说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文化入侵，我倒觉得大可不必上升到这样的一个高度。确实现在时代在进步小孩子接触的一些信息可能更广泛啊，当然很多的一些信息都是用汉语普通话来陈述这样的一个问题确实可能会导致一些我们本民族的一些文化弱化但也不要忘了自己的根在家里多跟孩子用我们自己的母语去交流一下，别到时候隔了以后给你点几根蜡烛，然后在你的坟前倒几杯酒，这时候才痛苦呀。一个民族之所以它能够称之为民族，就是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文化习俗，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特点，那就无所谓民族了。党和国家也没有必要制定一些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了。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更何况我们藏语多么的柔美动听，我们的歌舞是令世人敬仰的。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民族，也永远不要忘了自己是一名中国人相信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点赞转发，让这个视频让更多的藏族的年轻人看到，让更多藏族孩子的家长看到。现在的藏族小朋友不会说藏语了。